發財樹咧，佢係比較吸正財嘅，因為發財樹佢係非常吸財啦。咁所以其實呢個發財樹咧，佢好適合放東面啦，好適合放大門嘅斜角線嘅。即係話，當你打開道門45度角嘅位置，就係好適合放發財樹噶啦。可以喺家居入邊擺放嘅，亦都有發財樹。發財樹嘅枝葉比較茂密，五反葉嘅形狀充滿住東亞嘅氣息。如果你嘅人中意鮮明啲、粗枝大葉嘅植物嘅話，發財樹會同你嘅性格更加貼合㗎。亦都好咗一樣嘢咧，佢個耐陰性佢接近係大部分園藝植物入邊，我覺得佢耐陰性真係算係最高、生命力最強嘅一款樹嚟嘅。淨係靠可能一啲室內嘅燈光，佢最多係唔生長嘅啫，但係佢又唔會出咩大問題咯。就係如果誇張啲少少咁去講，如果我係一個室內純燈光嘅環境咧，你可能1個月唔淋水咧，佢都唔會出咩大問題嘅。